观众朋友，今日真好天，北部、中南部可能会热到36度，也嘉义以南也有山区过道，就要注意西北风。即茂关岛南边的海域有一个低气压的发展，可能会乘做风台，按算伫个礼拜会开始影响到咱的台湾。周日之后，可能开始要注意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受到热带系统的外围的环流的影响，下雨的情况可能会开始逐渐的明显起来。目前在菲律宾东方这个热带系统，我们还是持续在观察。以今天早上来看的话，它的结构还算是比较松散一点点。不过我们预估在今天一直到周五之前，它会逐渐的向西，逐渐接近菲律宾东方的近海，所以说它的结构会有逐渐增强的趋势。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五、周六的时候，它有机会进一步增强为今年的台风风神外海这个地方。气象署表示，这个低气压要安怎行也唔知影，有可能会挖进咱南部的陆地。另外，礼拜开始，东北季风就会来，气温可能会降6度至10度。北台湾伫咧食方面，较会来就好。